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rot 水瓶座2月份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水瓶座2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咁我見到有啲水瓶座可能喺1月尾2月頭嘅時候會識到一個新對象。咁呢個人嘅現實條件唔差㗎，你都會覺得同佢係有潛質可以發展嘅。咁我唔會話你對佢冇感覺，但係暫時你就唔會俾自己有任何嘅承諾，亦都一開始唔會諗得咁長遠啦。咁你開頭可能會用理性去到抑壓住自己嘅感受，情緒上你未完全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，咁所以你可能會刻意唔諗得太過深，亦都唔想太快就去到面對自己內心真正嘅感覺。但係我會見到喺2月尾嘅時候，你反而會有一種衝動，會覺得就算唔知結果係點，就想行動咗，試咗先算嘅。另外有啲水瓶座，我會見到其實你同而家對象嘅關係唔係咁理想，你可能曾經都想改變，好想令大家關係變好，但係好似冇乜效果。咁而家嘅你其實係有諗過走，亦都知道自己有其他嘅選擇，但係你會因為一啲嘅責任、現實或者角色係綁住咗。咁有可能係家庭責任啦，甚至乎係財政上係捆綁住，大家唔係咁容易可以改變得到啊。咁所以呢，你係會行得好慢、好保守。就算而家你係覺得好辛苦，你都係會繼續維持呢段關係，因為你會覺得自己係有責任啊，唔會想咁輕易推翻一切。咁所以即使你個心係有諗過要改變，想有新開始都好啦，我會見到唔係話咁容易㗎，可能真係要你係的起心肝，要切斷呢段關係或者處理好呢一段關係，咁先至會有機會有一個新嘅開始嘅。咁水瓶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